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托尼基甲叙利亚拄着8年的大地震，即马上新的死亡人数，两国加起来计共已经超过23700人死亡。那黄金救援的72点钟嘛已经过去啊，所以一寡所在即马已经出动重型的机具在乌倒去的厝。也毋过国际搜救队共款也有在救，嘛有救出一个妈妈甲伊10公大的查甫婴仔。那公司冒派采访团队入去托尼基的灾区。搜救人员伫零下气温当中传来好消息，一个10公大的查甫婴仔为搜救队当中救出来。这是地震发生超过100点钟了后救出来性患者，伊妈妈了后也救出来。成功救出受困的人，搜救队员共同联做伙，各国搜救队无放弃希望，有缘的找找可能的幸患者。以色列搜救队透过救出来查甫人和因的自信，佮救出2个查甫囡仔。We decided to return to this building again. Maybe he was right. So it was not so close, but we found 2 women here. 继续搜救工作，灾区清理也同步展开，因为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当局车站开始出动重型机具开挖。工作人员伫个搜救队顶悬卫生全体安静，关机具确认无人有发出救声，了后才恢复清理工作。另外，公司记者去到灾区，经过上大的都市伊斯坦堡，都已经感受到真高的哀悼的气氛。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记者左后方这边呢，当地有许多地方都像是这样子，把国旗降半旗的方式来表达哀悼。而土耳其东南部这一次是发生强震之后呢，各国是已经陆续的投入了救援，民间团体呢也纷纷的伸援手，是开始在募集物资要交到当地的灾民的身上。而现在也有民间的单位呢，是跟连锁的业者合作来发放像是这样200里拉的购物金，要到灾民身上来使用。即讲将点数卡放入皮卡内底了后，会发到地震灾区的民众手头，互因用伫上百间的店头使用，希望伫寒天当中为灾民送来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托尼基叙利亚大地震死伤是真惨重，目前托尼基是全国降半旗表示哀悼。世界卫生组织即马是警告讲，灾区的温度增加是伫0度左右，若救灾物资就要赶紧送到位，若无有可能有灾民因为温度上加出现性命危险。规模7.8的强烈地震过了后，第94点钟，加治安泰普灾区的搜救人员甲17岁少年科尔库特为崩塌的建筑内底救出来时阵，等伫边的妈妈甲兄弟啊，大家欢喜甲拍扑啊大声喊，累积4天的烦恼甲压力熊熊消失。看到后生平安无代志，也过当讲话，科尔库特的妈妈真激动，对镜头讲话。科尔库特方跟起了救护车了后，甲记者讲，伊调伫公寓的地下室有活动空间，这时间伊是靠啉家己的药才活落来。Tuvaletimi yaptım, tuvaletimi içtim. Hayatta kalmak için. Böyle hayatta durabildim yani Rabbimin sayesinde. Ne hissettin aşağıda? Abi yalnız ya sizin gelmenizi bekledim aslında sadece tek başıma. Siz de geldiniz Allah'a şükür teşekkür ediyorum hepinize. 这届伫土耳其南部甲叙利亚北部2个所在8年强烈地震，4天大大细细的地震过1509届。除了当地的紧急救援队以外，50多个国家、16个国际组织，拢总有121000人伫灾区进行各项救援工作。黄金72点钟关键救援期过了后，地震了后第80点钟、88点钟、90点钟、94点钟，拢也是有掉伫内底人，互人救出来消息。不过灾区晚近摄氏0度的气温，几落万的灾民拢无通住。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警告，若做救援物资未当赶紧送到位，灾民恐惊面临第2场无情的灾难。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特别指出，目前所看到的也毋是这个灾难的全部，因为10年内战的影响下，叙利亚差不多已经全毁。详细灾情，外界也无法度真了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率团去中国访问，有先甲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昨下晡，佮和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沪宁见面。王沪宁伫中共20大政治局排第4，嘛暗示伫3月份的时，伊会接负责统战甲台湾事务。王沪宁有讲到9二共识，嘛强调坚持反对台湾独立。来关心《中国时报》。全台湾头一个专门负责治安的国家交通安全研究院，伫昨昏时正式成立。总统蔡英文有强调讲，治安就是国安。不过即马无党籍的委员吴国书有开记者会，伊是这期中研院有执行一项台湾精准医疗计划，涉嫌甲国人60万笔基因也搁有临床资料外泄。不过中研院有回应讲，这项计划单纯是做研究尔，并无商业合作，所以就无外泄的问题。来关心自由时报，台大的高材生何慕平，2年前考入去国安局，伊的成绩无及格，2空棒尾也互退掉。不过伊是认为讲，这是顶死该挑故意刁难。所以5当前，伊就伫网络顶头，甲共体的东创、东澳，也有长官这的资料身份拢公开。因为国安局的人员牵涉机密，所以法院有昨昏进行判决，即马是判伊依照涉漏情报资讯罪，红判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也过会当上诉。继续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19000多的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已经宣布2月20开始，在室内就会使唔免挂喙罨。不过有专家嘛呼吁讲，总讲是老人囡仔也是较脆弱的族群，也是建议讲喙罨爱挂好条。那校园放零喙罨的政策是延到3月初6，由学校家己决定。新冠疫情降到2万例以下，初18号新增加193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5同期减少2%，死亡有70例。本土疫情继续累落，指挥中心宣布，立即开始室内喙罨禁令来放松。除了伫医疗照护机构、公共运输甲特殊的运具这指定场所，有关必须爱挂喙罨。其他室内所在，该做建议挂喙罨，也是由民众家己来决定。不过有专家是提醒，厝内底若是有老幼族群，喙罨上好也是戴掉咧。强烈建议你，那你出门的时候，不管室内或户外，你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因为你可以避免把这个病毒的风险带回到家中，去感染这些易感族群，包含长者或小朋友。另外，学校的部分，考虑拄则开学无偌久，所以又有2礼拜连假，真侪老师甲学生出来佚佗，所以讲延到3月初6，室内喙罨的禁令才会放松。不过教育部允准各级学校伫特殊场所也是有授课需求时，老师甲学生讲好了后，会使家己决定是毋是要挂喙罨。教师团体烦恼讲，每一人对着特殊场所的看法无同，恐惊引发冲突。包括科任教室，包括礼堂，包括一些集会的一个场所等等的，那这些哪些是属于特殊场域？那不同的解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会有一些争执这样子。另外，外界关心确诊者什么时阵会使免隔离？指挥中心强调，轻症的确诊者取消强制隔离，该做建议性、自主性伫厝休困，拢伫继续讨论中。即阵无明确的时间表，也需要看疫情的状况甲国际情势。记者综合报道。那有基层的医生即马嘛发现讲，最近流感、肠仔病毒，还有诺如病毒，即马是真够传，尤其是急性的胃肠炎是胃真紧。总讲一个人着病、治病，规口罩拢会着肿。那下礼拜1你要开学甲，所以防疫工作绝对袂使放零。老师伫教室内面是无用咧喷酒精，甲桌啊椅啊消毒过，佮用淡过水的漂白水露涂骹。因为后礼拜1高中以下就要开学啊，学校内面的防疫都要做好。各班级的老师他一定会在班级的物品啊、然后桌椅啊、窗户这些都做一些打扫，那把它环境做更细致的一些整理跟消毒。正常生活还是要有啦，当然不希望是又停课的状况，因为停课对小朋友各方面来说其实都不是这么的好。老师和家长拢这样小心注意是有原因的，因为新冠疫情是爆发3年外，其他病的免疫这幕已经开始来啊。有基层诊所的医师发现讲，最近流感、肠病毒和诺如病毒是常常看到，尤其是急性肠胃炎的诺如病毒，常常看到发烧、吐和落屎这镜头，而且常常一个人着规家伙仔拢袂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转，其实需要经过食物等等被受污染的食物。那你
人吃东西一定要脱口罩啊，所以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挡得了。伊所强调，肠病毒和诺如病毒目前拢无预防性通治，敢若会当透过较常洗手、保持食物件较卫生的习惯，才会当预防。而且酒精含大洗手拢无法度甲病毒杀死。建议民众伫食饭进前，也是排便了后，一定爱用湿文来洗手。处理患者吐的物件，爱伫手刀架用淋过水的漂白水消毒，较袂坏掉。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土耳其的大地震。咱台湾的搜救队有去土耳其救灾，嘛发现第三个互厝壳地掉的民众，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已经顺利获救出来。那伊的老爸是真感谢，专工走来，甲咱的搜救队员拦条条。慢点。总算甲掉伫内底30多岁女性为倒去的建筑内底救出来，赶紧送医。土耳其大地震，赶去当地支援的台湾搜救队佫传出好消息，将近1点钟，总算甲原先地掉的查某囡仔救出来。这原来是咱个搜救队发现的第3个地伫内底的人。查某囡仔家属甲台湾搜救人员揽一个，真感激。另外，同一个灾区也陆续传出好消息。其他国家搜救队原来有找到换掉的人，虽然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不过搜救工作嘛唔敢停，都是希望一旦赶紧找到，也搁伫咧等待救援的性命。这届台湾搜救队互人分派去 L5 区域，当地有4栋大楼倒去，差不多50个土耳其民众失踪，搜救环境复杂。后面代表有来台湾队基地，表达高度肯定。另外，台湾搜救队副队长和日本人认出捌参加311日本地震救援。我特别感谢我的队员这一次随我到土耳其来呢，尽心尽力的在执行各项的指派的任务。刚刚水陆续装起的货车要赶紧送去灾区，让灾民有清气的水通啉。土耳其台湾商会募集到第2批救援物资，以水是无甲电池这照明设备为主，已经送到灾区。不过运送过程真正是大考验。路面很多都已经崩塌了。那很多司机是绕道，反而他要送进去时间以前，可能路程可能1-2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他必须可能要花到 double 的时间才能进去。台湾商会继续维持，逐工1批救援物资送入去，也有灾民伫大地震及时逃出来，亲人伫调2天了后，互人救出来。一家伙开车赶到利伊汉乐市的台湾中心，会当暂时安心。Yeah, in 1 minute, like the whole building has been like broken down to floor. We were in the 7th floor. When the wall has been like broken and I can escape from the wall and take my children through another building that is totally like broken. 副总统赖清德原来到土耳其驻台办事处慰问，维护部土耳其赈灾专案车早开始，超商原来甲维护部合作，提供民众会当即时捐款。到车到下晡5点，接到捐款8148笔，8353万元，各界爱心钱也是一直汇入。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大地震了后，土耳其政府有随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公司嘛有派采访团队入去灾区，去采访内部的运作的时，拄到土耳其前官员，伊是专工感谢咱台湾去斗3工，嘛有采访到伫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伊是真烦恼伊的故乡灾区的状况，嘛希望国际社会会当去叙利亚斗3工。降落伊斯坦堡机场，土耳其国内班线也是有未少人，要当地人调集主动去协助医疗救援。Eczacıyım. İlk yardım ateş düşürücüler, ağrı kesiciler, ilk yardım malzemeleri. Orada sahra eczaneleri kurmaya ve ilk yardım malzemeleri götürmeye. 土耳其经历地震了后，亲像媒体这种的志愿者真济，也有当地人伫发生了后，随冲去灾区协助，因为信号无稳定，也互亲友真烦恼。Dünden beri konuşmuyorum. Endişeleniyoruz tabii ki de. Arkadaşımız sonuçta. 地震造成严重死伤，官方遂成立阿法，等于是土耳其灾害应变中心。看这个画面，会当了解内部运作的情形。工作人员严守岗位，看现场的状况。除了政府积极救灾，各国员的总动员，都将政府官员特别提起台湾。Türkiye bir deprem bölgesi ve Türkiye depreme karşı hazırlıklı. Ama bu deprem biraz önce söylediğim gibi dünyanın gördüğü en şiddetli deprem. Dolayısıyla Türkiye çok güçlü bir ülke, hazırlıklı ama dünyanın da
mutlaka destek vermesi gereken bir durumla karşılaştık. 各国关心土耳其灾情，不过叙利亚情况无透明。伫土国生活真侪年的阿布阿拉是叙利亚难民，受访的时阵讲甲喉甜，骨流目屎。 العالم كله متعاطف مع تركيا صار فيها زلزال وانا متعاطف مع الاخوه الاتراك والاخوه السوريين لكن حتى يقدر العالم حجم الكارثه نحن مضى علينا في سوريا منذ عام 2011 الى العام 2020 تقريبا في زلزال مستمر يكاد لا يتوقف ابدا. كل يوم كنا نرى نفس الشيء الذي نراه اليوم في الزلزال هناك نساء ورجال وأطفال تحت الإنقاض تهدمت المباني عليهم ولم نكن نستطيع إخراجهم 土耳其的灾情虽然重要，不过阿布阿拉也希望世界原来会当互叙利亚更加侪关心甲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个等下，咱国内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捷运安溪轻便铁路，经过7档的工程，伫昨昏开始试营运，全长有7公里半，有9个车站，会使提供文山甲新店这块内亚的民众有新的运输服务。啊，那民众后摆伫14场站就会当搬捷运入去台北。 安溪轻铁14场站4块位的人真是叉叉叉。安溪轻铁经过7年的工程，7月开始试营运，就算14场站下晡开始落大水雨，也是无减民众的兴趣。其实蛮快的，搭起来蛮舒服的。金色的列车豆豆仔驶离开车站是真抢目。安溪轻铁全长7.5公里，总经费166亿，计共有9个车站。 伫咧早时的通车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安溪轻铁使用国产设备的比率达到42%，也提供沿线居民方便的大众运输。是我们文山地区，代表是新店地区，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咱在地这个所在，会当通到三峡，更可以到我们大台北地区，衔接14张站。 能够快速的到我们的生活中心，可以减少15到20分钟。不过，安溪轻铁的运量伫网络顶也受到质疑，部分民众认为，对附近的居民来讲，坐安溪轻铁到台北市区搁爱换车，那坐公车是颠倒较方便。以安坑的老居民来讲，因为都习惯搭公车，而且大家都从新店去搭进来安康，所以才会觉得有点麻烦。我觉得还是很方便，因为我从景文科大站出发。 大概走100多公尺就到车站了，然后车站就直接接捷运，我不用在外面风吹雨打。有民众认为，虽然当地居民往台北市区可能较惯驶公车，但是若到邦桥，会使由安溪轻铁接环状线到位，会方便真济。不过也需要民众惯驶搬车。民众敢会接受安溪轻铁，就看所来1个月试营运的成绩。记者郭文祥随社桂林新北报道。 啊，那最近有人去收到 Netflix 的诈骗通知批，因为规张批拢写英文，所以真正有真侪人去互怪去。警方即马是呼吁民众一定爱特别细致。拍开批件，看来真像是影音串流平台寄来通知批，内容讲无收到付钱，要暂停会员的资格。原来这是诈骗的批，若是点这个链接输入付钱的资讯，将骗走个人的资料，甩方投入信用卡，就算是治安专家，也不时会收到这种诈骗的批。 当我们用电脑的时候，像电脑它会使用一些连结的方式，让你看上面是以为是那个网站，但是其实像我们看，当你滑鼠移动到上去之后，它其实不是这个网站，其实连到另外一个网站。 警方发现这类假信件诈骗最近又开始流传，特别呼吁民众爱注意用词是不是台湾习惯的用语，连结嘛莫乱点。却是发现精华版本的诈骗的批已经将用的内容改做全部是英文，互人更加以为讲是官方寄出来，了骗去。英文的方式寄的话，民众可能就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说。 他可能是诈骗，可能就会认定说，这是官方寄来，那官方的讯息可能性会增加，可是实际上它仍然是一个诈骗的电子邮件。根据统计，相关的钓鱼的简讯也是邮件诈骗有报案的。2021年有49件，也过去年规年数量变成5倍，损失超过1100万。唔那 Netflix 像是 HBO， 也个 MOD 这有名的串流平台，拢发生过相关的案件。对此 ，Netflix 强调绝对袂伫批件内底要求用户输入信用卡这个人资料，也袂经由第三方平台要求付钱。建议收到相关的批件，赶紧来查证，以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俄战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去欧洲议会访问，有向西方的国家发声，希望赶紧提供军事武器给因。泽伦斯基嘛表示，即马已经有几名领导人准备要提供战机给因。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丁是表示，针对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已经渡过难关，所以伊嘛表示，伫今年俄罗斯的经济一定会成长。也是无放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前后第二摆出访，才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伫欧洲议会受到全场敲开拍拖的欢迎。States must consider quickly as a next step providing long-range systems and the jets that you need to protect the liberty too many have taken for granted. 欧洲议会议长首先向乌克兰来致意，泽伦斯基是强调，乌克兰正伫甲欧洲斗阵来抵抗俄国的历史性侵略，呼吁欧盟赶紧来展开乌克兰入欧的成员国談判。Ми наближаємось до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Україна,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Членом Євросоюзу. Євросоюзу, що перемагає. 战事爆发了后，乌克兰真紧提出入欧的申請，並且伫去年6月正式歐盟的候選國。不過要正式加入歐盟，也需要幾年時間。澤倫斯基隨後也甲各國來進行多邊也是雙邊的會談，並且表示已經有幾名為歐洲的領導人準備要提供戰機，也不過伊無講是倒一寡國家。伊同時也強調，歐盟應該對俄國的經濟制裁擴大到 IT 的領域，來主動莫斯科生產導彈。伫澤倫斯基快速出訪的同時，俄羅斯總統普廷是對國內航空業者發話，強調俄國對西方制裁有堅持條例，今年經濟溫和來成長。Имею в виду и снижение объем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ровень рынка труда, состояние рынка труда. Н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по все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небольшой, но рост ожид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и. 普廷也指控是乌克蘭挑起敵對行動，同一天俄羅斯國營核能公司講，會伫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廠附近來設立安全區，防止發生核能事故。俄羅斯甲烏克蘭開戰了無偌久，俄國公司就接管扎波羅熱核電廠，期間雙方攏講對方來攻擊，有可能引發輻射外泄。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那南非的第二大城開普敦附近的海域，就發現只有真濟海拔，而且濟觀光客行腳到。不過最近這半年是傳出海拔會降價，科學家是表示有可能是海水溫度變較高，海水變少，海草產生毒素，海拔有中毒，才會出現攻擊的行為。伫港口頭額正懸的白日，看起來正高水的海拔，一直是南非開普敦出名的招牌。不過最近當地山小連續出現海拔攻擊人的事件。美國女演員泰勒年初伫海拔游泳的時陣，就叫海拔加幾落下。I just saw a very fast-moving dark shape come up to me, and it made contact with my arm and elbow, and it bit me. 3 bites on this finger, 2 bites on this finger. Is the other man not taken the seal off of me? That it might not have had as good an ending as this. It may have been worse. 構成溫順的海拔，哪會向會加人力？科學家到當地查看，發現最近因為氣候變遷，海水升溫，致使海草、細隻生物大量生團，形成紅海水。這個時陣，部分海草會產生毒素，例如海拔食到含毒素的貝類，也是魚仔，可能因為安尼中毒，都較會攻擊。They choose to not run away from danger, but rather run straight at danger and take it on. And that's been seen worldwide for several months after each domoic acid incident. 較早美國加州甲紐西蘭有海拔中毒了後掠光的事件，南非政府即馬呼籲遊客最近愛避免挖近海拔的生態地，較袂去攻擊。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天氣報道在同齊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是16度，上懸有25度。中部的溫度上低是16度，上懸有27度。南部的溫度上低是17度，上懸有30度。東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有26度。
外岛的温度上低是9度，上悬是2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